好叫阿媽咁衰嚇嘅小故事。咁今日咧又想就住呢個議題功能組別咧，同大家分享下我同阿媽嘅對話。我媽咪咧係一個對政治咧係完全係唔留意嘅人，就算而家個女做咗，以前做過立法會議員都係唔留意㗎。咁有好多笑話咧，我自己先再同大家分享。咁但係咧有一日咧，我阿媽咧就睇完我哋嘅秘書長咧，佢居然講得到喎。佢話：阿女啊，今日晏晝係咪有個城市論壇？咦，我阿媽你知嘅？你哋公民黨嗰個秘書長陳，我話嘉樂喎，係啊，係咪去咗？我話係上咗去做嘉賓。跟住咧，我阿媽就問佢話方剛功能組別議員，我話係啊，佢係咪同你一樣攞一樣嘅人工？我話係咪攞一樣銀碼嘅津貼？我話係。仲有係咪有實報實銷？我話阿媽你好勁啊！但係佢唔開會做乜嘢咧？咁我話連我阿媽都知道，當功能組別議員一樣鬥緊8萬蚊人工，7萬8萬蚊人工，一樣攞緊津貼，每個月有萬幾蚊，一樣有百幾萬，話要攞嚟服務市民。但係呢一班功能組別議員投票嘅時候喺邊？開會嘅時候喺邊？動議嘅時候喺邊？質詢嘅時候喺邊？全部都唔見人，仲要可以自動當選。我一路都講，喂，讀書讀得唔好，唔返學考試肥佬係會冧班㗎。但係呢班功能組別嘅議員唔做嘢係會冧莊㗎。我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識得點樣去揀一位代表我嘅立法會議員。我唔需要有呢一班功能組別議員喺度阻頭阻勢，我唔會再支持呢一班人，因為我深信全香港嘅市民都懂得用一人一票找出代表自己嘅立法會議員。麻煩大家5月16號叫埋你屋企人、親戚、朋友、老豆、阿媽邊個都要一齊喺5區為今日對鞋鬆啲，